今集同大家講嘅呢個題目真係好有趣，亦都好有玄機。謝家長孫成年之謎，同埋四哥嘅隔代情深，呢單嘢喺成個華人社交媒體上面洗咗成個月版，連埋我啲客都打爆電話嚟，唔問我點睇，你哋有冇諗過點解謝賢四哥臨終前寧願跳過親生仔謝霆鋒，都要將自己積攢咗一世嘅億萬家產全部指名道姓留俾長孫 Lucas。 呢個決定喺2026年謝賢離世之後，真係震撼咗成個華人圈，由香港講到內地，再講到東南亞，連海外唐人街都議論紛紛。好多人話係因為疼愛，但喺我眼中呢個絕對唔係一個簡單嘅決定，而係一個極之老辣嘅玄學佈局。四哥呢個人，你以為佢淨係識得玩、識得笑、識得風流，你太睇小佢啦！佢係一個活咗80年嘅人精，見過幾多起起落落，睇過幾多豪門恩怨。佢臨尾呢一鋪絕對係深思熟慮，用副身家嚟投 Lucas 一票。呢種眼光唔係一般人做到。講到呢度，我要提提大家，今日呢集我會拆到最深最盡，尤其係第3部分嘅丙午火年玄機，係我私下同幾位客人拆過先敢公開嘅內容，驚錯過嘅，即刻撳低訂閱同小鈴鐺等我更新。你低晒時間收到通知，唔使成日入嚟揾。我哋首先要回帶睇翻謝賢呢一生。四哥由黑白粵語片時代開始，紅到粵語長片，到電視劇，再到後期嘅綜藝，佢見證咗香港娛樂圈嘅整個變遷。佢嘅財富唔係一朝一夕得嚟，係逐部戲、逐個廣告、逐個投資儲翻嚟。佢晚年身邊有過咁多紅顏知己，但佢從來冇因為感情而衝。分頭腦對金錢嘅掌控力極之強，呢種人臨終嘅決定會係一時衝動，唔會。佢一定係睇穿咗謝家未來30年嘅氣運走勢，先至敢將成副身家交俾一個啱啱成年嘅後生仔。大家再諗深一層，19歲嘅 Lucas， 佢塊面已經完全褪去咗細個嗰種稚氣。記得佢細個嗰陣係一個圓面眼仔碌碌嘅得意細路，人見人愛。但呢2年，尤其係2026年，佢成年前後，佢嘅五官輪廓完全長開，成個氣場唔同晒，取而代之嘅係一種連謝霆鋒後生嗰陣都冇嘅霸氣同城府。謝霆鋒16歲出道嗰陣係一種憤世嫉俗嘅反叛，對住鏡頭黑口黑面，唔從意應酬，唔從意埋堆。但 Lucas 唔同，佢嘅霸氣係收埋喺眼神入面，表面溫文爾雅，但一望入去就知呢個人有火、有諗法、有自己一套。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 Lucas 呢張接班人面上到底隱藏咗啲乜嘢天機？點解四哥一眼就睇出謝家未來嘅命脈？唔係喺霆鋒度，而係喺呢個長孫手上。如果你都想知點樣透過仔女個樣睇出邊個先係真正幫到你守財嘅，金菠蘿記得即刻訂閱我個頻道，再撳埋嗰個小鈴鐺。我哋每日都會拆解呢啲豪門背後嘅命理真機，慢咗一步你就真係會錯過呢啲可以改運嘅大師級見解。好啦，依家正式入正題，我會分3個層次同你哋講。由淺入深，先講返呢單轟動全城嘅遺產案。根據流出嘅可靠消息，四哥謝賢嘅遺產總值超過1億港元。呢個數字仲未計佢喺海外嘅物業同埋嗰啲古董收藏，包括咗中半山嘅住宅單位、幾個商鋪、股票投資組合基金，同埋佢多年嚟累積嘅版權收益，例如《千王之王》嘅重播費、廣告代言嘅後期分紅等等。佢嘅遺囑安排竟然將高達90%嘅遺產全部留俾2個孫仔 Lucas 同 Quintus。
而親生仔謝霆鋒同埋女兒謝婷婷兩個人加埋只係分得剩低嘅1/10。呢個安排喺世俗眼光嚟講真係匪夷所思。好多法律界人士都話，如果霆鋒要打官司，絕對有得拗，因為佢係親生仔。但霆鋒竟然二話不說，完全尊重老豆嘅決定。呢個亦都反映咗霆鋒嘅性格。佢對錢真係睇得好淡，但係如果你識得睇相，你就會明白四哥呢步棋行得極之高明。佢唔係唔錫霆鋒，而係佢知道霆鋒嘅命格已經轉咗運。霆鋒由20歲開始行火運，嗰陣時唱歌拍戲火氣十足，紅到發紫。但到咗40歲之後，佢嘅命格開始由火轉水，廚房屬水，從異咗王菲。王菲個名有菲字，草花頭屬木，但佢嘅氣質屬水。佢成個人嘅追求已經由向外征服變成向內安頓。既然霆鋒已經唔再需要呢筆錢去證明自己，咁四哥就將呢筆錢留俾最需要嘅下一代。呢個就係智慧。我哋再睇翻2026年 Lucas 最新曝光嘅近照。講到近照，大家要留意2026年8月2日 Lucas 生日之後，佢喺社交媒體上面放咗幾張新相。雖然唔係咩大特寫，但足夠俾我哋呢啲玄學人逐樣拆。最令人震驚嘅唔係佢嘅身高，佢依家已經高過謝霆鋒接近6呢，而係佢對眼。佢對眼生得極之似後生版嘅謝賢眼角大勾。呢種眼型喺面相學叫做鳳眼嘅變種，唔係傳統嘅單鳳眼，而係一種勾魂眼。即係眼神有攝人嘅力量，佢嘅眼神入面有一種藏而不露嘅銳利。你望住佢對眼，你會覺得佢好似望緊你，但又好似望穿咗你。呢種就係高層次嘅氣場。謝霆鋒嘅眼係孤傲，你睇翻霆鋒後生嗰啲相，佢對眼永遠係微微向上望，帶一種不屑。呢種係孤星之相，代表佢一生要自己闖。老豆幫唔到佢，佢亦都唔需要老豆幫。王菲嘅眼係疏離，永遠好似喺另一個空間睇唔到塵世嘅煩惱。但 Lucas 呢對眼係野心，佢對眼有火、有光芒、有計算，但唔會輕易表露呢種眼相。喺古代帝王將相身上，成日見到即係所謂鷹視狼顧嘅雛形。鷹視就係眼神銳利如鷹，望住獵物嗰種專注。狼顧即係頭可以轉到好後，而身體唔動代表機警同埋防備。Lucas 雖然未到呢個程度，但已經有嗰種影子，代表呢個人極之有主見，絕對唔係一個容易被擺布嘅乖乖仔。你以為佢會聽晒阿媽話？唔會。你以為佢會跟老豆條路？更加唔會。佢會行自己嘅路。睇到呢度，你可能開始好奇Lucas 嗰個黑富格到底代表咩？呢個我留咗喺後面先詳細講，好精彩，記得訂閱咗先，唔好走雞。四哥謝賢一世風流，閱人無數。佢後生嘅時候同過唔少女明星拍拖，結婚離婚再結婚。佢對人性嘅了解非常透徹，佢好清楚謝家男人嘅基因入面有一種反叛，呢種反叛係天生嘅。由謝賢自己開始，到謝霆鋒，再到 Lucas， 三代都係咁。如果冇足夠嘅財力去支撐，呢種反叛會變成自毀。好似謝賢自己後生都試過投資失利，欠落周身債，好彩後來翻身。但如果呢種反叛加上億萬家產墊底，佢哋就唔使為生活低頭，可以專心發展自己嘅事業。咁呢種反叛就會變成開疆闢土嘅動力，所以佢將副身家交俾 Lucas， 唔係純粹嘅疼愛，而係一種戰略性嘅投資。佢知道謝霆鋒已經揾到自己嘅水，即係王菲。霆鋒已經唔再需要謝家嘅世俗財富去證明自己，佢追求嘅係靈魂嘅自由。
係精神上嘅滿足。但 Lucas 唔同 ，Lucas 仲係一團剛剛燒起嚟嘅烈火，佢需要億萬家產作為燃料去延續謝家喺演藝圈甚至係商界嘅傳奇。如果冇呢筆錢， Lucas 可能要好似其他星二代咁，慢慢捱，慢慢等機會。但有咗呢筆錢，佢就可以一步到位，直接進入最高層嘅遊戲圈子。呢度順便講講 Lucas 呢個後生仔真係唔簡單，佢冇好似其他星二代咁揀一條最容易嘅路，即係靠父母關係入行或者淨係食老本。2026年初，佢同時攞到悉尼大學同埋澳大利亞音樂學院嘅錄取通知書，最終佢竟然放棄咗傳統名校悉尼大學，揀咗後者主修現代音樂製作同流行音樂表演。呢個決定令好多人大跌眼鏡，因為悉尼大學喺世界排名高好多，但 Lucas 竟然為咗自己嘅音樂理想揀一間專門嘅學院，佢仲憑自己嘅原創音樂作品集攞到2萬澳元嘅專項獎學金，即係佢唔係靠附音，而係靠實力得到認可。呢個決定反映咗佢骨子裏面嗰種唔跟大隊自己話事嘅性格，正正係四哥口中謝家男人嘅反叛。但係用喺正途上面，佢唔靠附音，自己闖出一條路，呢種獨立同埋主見就係四哥最睇重嘅特質。要知道謝賢當年都係自己闖，謝霆鋒都係自己闖，而家 Lucas 都係自己闖。呢個家族嘅基因就係不依賴嘅。大家喺留言區話我知，你覺得 Lucas 望落去係似謝霆鋒多啲，定係似四哥謝賢多啲？我會喺留言區同大家一齊拆解呢個隔代遺傳嘅奧秘。我初步睇佢個嘴似霆鋒，薄而有力，但成個面型輪廓同眼神就似足四哥後生。呢種隔代遺傳往往代表命運嘅傳承，即係佢會行返爺爺嗰條路多過行老豆嗰條路。講開留言區，多謝大家一直嘅支持。我哋條頻道最近先過咗一個里程碑，全靠你哋一路訂閱一路分享。如果你都想第一時間睇到我拆解各大豪門面相，記得訂閱，仲有記得撳埋通知鈴鐺。好啦，嚟到第二個重點，就係 Lucas 嘅五官細拆。講到 Lucas 嘅面相，最具有爭議性嘅就係佢個鼻同佢嘅眉骨。呢兩個部位，一個管財，一個管權，兩者加埋就決定咗一個人嘅事業格局。首先講鼻， Lucas 個鼻梁生得極之高，直由山根即兩眼中間開始一氣呵成直落鼻頭，冇任何截斷或者歪斜。呢個喺面相學叫做通天鼻，代表佢嘅事業運會非常順暢，而且有貴人扶持準頭。即鼻尖有肉，圓潤飽滿，鼻翼兩邊對稱，呢個係標準嘅財帛宮大旺之相。你睇謝賢當年嘅鼻都係呢種格局，所以謝賢一生雖然有高低，但從未試過窮途末路，總係有錢使、有女溝、有戲。拍 Lucas 完全承接咗謝賢嗰種富貴氣。呢個鼻就係一個聚寶盤，代表佢將來揾錢能力極強，而且守得住財。相比之下，謝霆鋒個鼻雖然都高，但鼻頭略帶尖削，代表佢揾錢容易，但使錢更快。投資方面有時會過於進取，呢個都係霆鋒早年成日蝕錢嘅原因之一。但大家要留意 Lucas 嘅眉骨突出，眉毛濃密且翼長，即係眉毛嘅生長方向唔係順住一個方向，而係有啲向上，有啲向下雜亂之中帶有力度。呢種相喺玄學上叫克父格。呢度講嘅克唔係話佢會對謝霆鋒身體唔好或者有咩意外，而係指兩父子嘅氣場極之唔夾，性格同樣咁硬，注定會出現王不見王嘅局面。你諗下，謝霆鋒嘅眉骨本身就已經好突出，眉毛粗獷，
顯示出佢不服輸、不妥協嘅性格。兩父子都係硬頸之人，企埋一齊，火花四濺，大家互不相讓，好容易因為一啲小事就拗到面紅耳熱。呢種情況唔係話佢哋唔愛對方，而係磁場上嘅排斥，好似兩塊同極嘅磁石擺埋一齊會彈開。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霆鋒近年將重心轉移去北京同埋做生意，甚至同王菲過住半隱居嘅生活，其實係潛意識入面避開呢種強烈嘅氣場衝撞。你睇下霆鋒呢幾年大部分時間都喺內地拍12道風味又好，搞風味品牌又好，開演唱會又好，佢好少長時間留喺香港。表面原因係工作，但深層原因就係佢知道自己同個仔嘅磁場唔夾，與其日日見面嘈交，不如保持距離，各自精彩。呢種做法其實好聰明，因為佢哋兩個如果成日喺埋一齊，會互相消耗對方嘅運氣，分開反而對大家都好。事實上，謝霆鋒同謝賢兩父子嘅關係一直以嚟都係唔係好熟。謝霆鋒由細到大曝光喺鎂光燈之下，對父親聚少離多嘅狀況心生怨懟，年少輕狂，兩父子關係長期疏離，直到謝霆鋒自己都為人父，先至慢慢理解父母嘅不易，父子關係先至漸漸回溫。但係骨子裡面嗰種硬碰硬嘅氣場係冇得呃人嘅。2026年8月2日，Lucas 19歲生日，謝霆鋒嘅社交平台竟然完全沉默，連一個標點符號都冇公開發表。呢種零公開表態喺玄學嘅角度睇，就係一種氣場上嘅自動迴避。兩父子嘅磁場本身就唔夾，與其勉強同框，不如各自安好。你可能會話，霆鋒私下有冇同 Lucas 慶祝？呢個冇人知。但以佢哋嘅性格，就算有慶祝，都一定係好低調、好簡單，唔會好似普通家庭咁溫馨。呢種相處模式就係克父格嘅具體表現，唔係佢哋唔好，而係天生嘅氣場使然。相反， Lucas 個面相對於張柏芝嚟講，簡直係救命草。你睇翻柏芝呢幾年，佢單親湊大兩個仔，付出好多。但佢嘅面相近年變得比較單薄，鼻梁孤聳，顴骨冇肉，下巴越嚟越尖。呢種相喺女人嚟講，本來係晚年辛苦孤獨終老嘅相。但 Lucas 呢個長孫嘅出現，佢嗰個飽滿嘅地角下巴，剛好補足咗柏芝命格入面嘅不足。點解咁講？因為 Lucas 嘅下巴圓厚有力，代表佢有承擔、有責任感。而且對家庭非常重視，佢成年之後對阿媽表現出嗰種極強嘅保護欲，呢種就係面相上嘅子歸母偉，即係個仔會反過嚟照顧阿媽，成為阿媽嘅靠山。2026年8月2日，張柏芝為 Lucas 慶祝19歲生日，佢喺社交媒體上載咗一段短片 ，Lucas 主動攬實阿媽，仲話，我想去擁抱你，因為我愛你。呢一幕感動咗無數網民，包括我好多客都同我講，睇到眼濕濕。一個19歲嘅少年，尤其係一個出身豪門、衣食無憂嘅星二代，能夠咁坦然咁、真誠咁向母親表達愛意，呢種孝心唔係裝出嚟嘅。佢對阿媽嘅保護欲，仲可以從另一件事睇到。之前有狗仔隊跟蹤柏芝 ，Lucas 當場入面仲叫記者唔好騷擾佢阿媽，完全係一個護母狂魔嘅架勢。呢種行為正正係佢下巴飽滿、地角有力嘅外在表現。四哥將錢留俾 Lucas， 由柏芝代管，其實係睇穿咗，得 Lucas 鎮得住謝家。呢團火亦得 Lucas 可以令到張柏芝下半世無憂。根據流出嘅遺囑細節，張柏芝雖然獲授權代管呢筆巨款，但係要遵守嚴格嘅條件，資金只可以用喺兩個孫仔嘅教育同醫療上面。
如果柏芝改嫁，就會即刻失去代管資格。呢個安排擺明就係四哥對柏芝嘅終極信任。佢知道柏芝會全心全意湊大呢兩個孫，而 Lucas 對阿媽嘅孝順就係呢份信任嘅最強後盾。四哥睇人好準，佢知道柏芝雖然有啲嘢做得唔夠好，但對兩個仔嘅愛係真心嘅，係無可置疑嘅。將錢交俾佢代管，等於將謝家嘅未來交俾佢。呢種信任係經過深思熟慮嘅。大家喺留言區打個旺或者黑，話我知你覺得 Lucas 嘅出現對謝霆鋒嚟講係一種壓力定係一種解脫？你哋嘅留言我每一條都會睇。我個人覺得對霆鋒嚟講 Lucas 嘅出現係一種解脫，因為佢終於可以放心去做自己從意嘅事，而唔使再背負謝家傳宗接代光宗耀祖嘅包袱。Lucas 幫佢孭起咗呢個擔子。好啦，最勁嘅重頭戲嚟緊，2026丙午火馬年到底點樣觸發成個謝家嘅命運轉折？呢部分我拆得最深入，都係好多老觀眾追住問嘅內容，仲未訂閱嘅，呢一刻就係最好時機，撳一下手指，第一時間收睇。嚟到最關鍵嘅第三部分，就係2026丙午火。馬年嘅元基，丙午年天干為丙火，地支為午火，係雙火並旺嘅一年，火氣旺到頂點。對於謝家呢個原本就火性極重嘅家族嚟講，謝賢屬龍，龍為神土，但佢八字火旺，謝霆鋒屬猴，猴為辛金，但佢日主係丁火，都係火命。Lucas 屬豬，豬為亥水，但佢出生喺夏天，八字火氣都重。今年係一個命定嘅翻牌年。謝賢嘅離世發生喺2026年嘅上半年，具體日子我唔講得太詳細，但總之係喺火氣最盛嘅時候，佢嘅離世代表咗謝家老一代火嘅熄滅，佢嘅時代正式畫上句號。而 Lucas 嘅成年，佢喺8月2日踏入19歲，雖然未到正式嘅20歲弱冠，但喺玄學上19歲已經係一個轉運點，因為佢已經過咗18歲嘅成人禮，開始行自己嘅大運。呢個就係新一代火嘅點燃，一個全新嘅週期開始咗。點解四哥臨終遺囑要咁安排？因為佢知道謝霆鋒已經揾到自己嘅水。王菲嘅氣質屬水，你睇佢啲歌，水調歌頭浮躁入面嘅空靈，都係水性嘅表現。2026年8月8日，王菲57歲生日，謝霆鋒喺瀋陽演唱會上面隔空講咗3次生日快樂，而王菲嗰日並冇去瀋陽，反而飛咗去雲南同2個女兒竇靖童、李嫣低調慶祝。呢種相處模式就係謝霆鋒同王菲嘅水嘅特質，疏離自由，唔受世俗束縛，各自有自己嘅空間，但又心靈相通。謝霆鋒已經唔再需要謝家嘅財富去證明自己，佢追求嘅係靈魂層面嘅滿足，係精神上嘅升華。佢嘅事業重心已經完全轉移，廚藝、音樂、電影都係為咗自我實現，而唔係為咗賺錢。但 Lucas 唔同， Lucas 仲係一團剛剛燒起嚟嘅烈火。2026年7月，謝霆鋒喺香港啟德體育園舉行演唱會，呢個係佢相隔多年再喺香港開大型 show，全城轟動。Lucas 帶住細佬 Quintus， 冇坐包廂，冇帶助手，冇保鏢，就咁坐喺普通觀眾席嘅第3排，帆布袋擱喺大髀上面，好似2個啱啱放學嘅大學生。散場之後直接低調離開，冇驚動任何人，連傳媒都係事後睇返觀眾影嘅相先至發現呢種低調沉穩唔張揚嘅作風，正正就係四哥心目中謝家接班人應有嘅模樣。佢唔想搶老豆嘅風頭，亦都唔想借老豆嘅光，佢想靠自己嘅實力慢慢行出嚟。呢種心態好難得，
我再講深入啲，2026年丙午年火氣旺盛，對於 Lucas 呢個火命嘅人嚟講，係一個火旺身強嘅年份，代表佢嘅能量會爆發，會更加有自信，更加有動力去追求自己嘅目標。但火太旺都會有缺點，就係容易急躁、衝動、得罪人。所以 Lucas 今年需要特別注意控制情緒，唔好太張揚。好彩佢個鼻夠高，代表佢有自制力，加上佢對眼有床嘅感覺，即係佢識得收斂，呢個就係佢嘅優勢。我嘅最終答案係 Lucas 唔係謝家嘅繼承人咁簡單，佢係謝家命運嘅修復者。點解我咁講？因為謝家呢幾十年，由謝賢嘅風流債到謝霆鋒嘅離婚風波，再到各種媒體嘅負面新聞，成個家族嘅形象係有裂痕嘅。Lucas 嘅出現，佢用佢嗰種似足謝賢嘅圓滑。謝賢最叻就係交際應酬，對任何人都笑廢廢，唔會樹敵，去中和謝霆鋒嘅剛硬。即係嗰種我係我嘅倔強，佢又用佢對張柏芝嘅孝順去修補謝家上一代嘅裂痕，即係謝霆鋒同張柏芝之間嘅遺憾，佢等於係一個橋梁，將三代人嘅關係重新串連起嚟。2026年7月，謝賢病重之時，張柏芝火速安排遠在澳洲升學嘅 Lucas 提前返港陪伴爺爺。呢個舉動充分證明咗 Lucas 同爺爺之間嘅深厚感情。據說 Lucas 喺醫院陪咗謝賢好幾日，兩爺孫有講有笑。謝賢臨終前見到長孫喺身邊，應該都好安慰。Lucas 嘅眉眼同謝賢高度重合，呢種隔代遺傳唔單止係外貌上面嘅相似，更加係命運軌跡上面嘅傳承。謝賢年輕時風流但重情。Lucas 依家都係對家人極之愛護。謝賢有生意頭腦 ，Lucas 將來都一定會喺商界有所作為。謝賢留俾佢嘅唔係錢，係一張進入名利場最高層嘅通行證。呢筆錢唔單止係財富，更加係一種身份象徵，一個認證代表住謝家嘅光環，正式交到佢手上。佢可以名正言順咁代表謝家出席各種場合，同其他豪門富商權貴打交道。呢個機會係謝霆鋒都未必有嘅，因為霆鋒已經選擇咗另一條路。2026年之後，你會見到一個完全唔同嘅 Lucas， 佢會用佢嗰張隔代遺傳嘅富貴面話俾世人聽。謝家嘅傳奇先至啱啱開始，佢會推出自己嘅音樂作品，可能會進軍國際，可能會做生意，可能會投資。總之佢會用自己嘅方式將謝家嘅名號再次推上高峰。我再補充一個小預測，2027年係丁未年，火氣稍減，但土氣增強，對 Lucas 嘅事業發展會更加有利。佢喺嗰一年會有重要嘅作品面世，或者會有重大嘅合作機會。而2028年戊申年金水相生，對佢嘅財運會有大提升，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Lucas 嘅時代真係嚟緊。好啦，今集拆解到呢度。如果你都想知道自己個仔女係咪帶財入屋，或者想我幫你拆解邊個豪門二代嘅面相，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同埋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嗰啲從意睇明星命理嘅朋友。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拆解豪門密碼嘅最大動力。另外，如果你有邊個明星或者豪門成員想我講，歡迎留言話我知，我會揀最多人要求嘅。你做下一集嚟做下一集，我會同大家講講點解張柏芝二仔 Quintus 嘅面相竟然隱藏咗另一個謝家唔敢公開嘅秘密，係關於佢嘅性格、佢嘅回來發展，同埋點解佢同 Lucas 嘅命運會咁大分別。呢個秘密可能會顛覆你對謝家嘅全部認知，但前提係你要訂閱咗先至唔會錯過。記住訂閱
撳鐘仔分享，一個都不能少。我哋下集見。